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搁一摆来到伫读圣册部分2这个节目，咱每一摆咱会当通过无共款的来宾，甲咱做伙读台语圣经，这会当正做咱的帮赞，嘛，互咱借着练习台语的机会，咱会当愈来愈熟悉怎样讲、听，以及透过圣经，咱来熟悉台语。好，所以咱今仔日咱真欢迎新的朋友来伫咱中间，互我来介绍一个，这是K安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郭K安。好，K安会当介绍一下你对倒来，你是倒位的人，你读啥物的？会当小介绍一下无？大家好，我对台南来，我嘛是咖喱人，我就是住伫厝内的咖喱人。伫咖喱的咖喱 ，OK， 是。嘿，这是两个咖喱我是对台南到台北读册，搁伫台北毕业了后，就转来台南。OK， 所以 K 安是台南人，所以听起来伊的台语袂歹。台南人住咖喱，去到伫台北读册，搁转来到伫台湾，毋是台湾，是台南。OK， 因为我为什么会讲台湾呢？因为伊摕2张迄个物件踮伫我头前，互我了解一下伊到底咧做啥物代志。K 安会当咱大家介绍一下哦。你要对开始介绍。伫2019年的时阵，因为香港政府爱通过一个条例叫做《送中条例》，所以伫香港的青年行到伫路里来讲因的想法。所以这就是咱所熟悉，咱因所咧讲的反送中运动嘛，对无？是。OK 所以最近咱的东门教会嘛，有甲李登辉基金会做一个合作，咱进行包场咧看迄个时代革命这个纪录片，主要就是咧写这个。OK， 我看到另外一张相片，就是这敢若是你吼，嘛是伫这个运动中间，你会当小介绍一下无？这个是伫台北，我伫台北的时阵发起的一个伫台湾的社会运动。伊的名叫做我伫台湾亲香港，就是我做一个青年，我看到讲，虽然我伫台湾，我无去过香港，但是我看到香港的青年面对这个未来的挑战，我有啥物款的方式会通来做因的帮助，所以我就伫台北来募集防毒面具，搁有绿毒管。所以。这就是我看，这是外国媒体的报道，讲K安参与踮伫这个运动中间协助募这的防毒面具来支持这香港的运动。OK， 所以这是咱今仔日的特别来宾K安，甲咱小分享一下，伊到底踮伫过去伊伫读大学的时代，伊捌做过啥物？所以今仔日咱嘛邀请伊会当来到伫这个节目。除了读台语以外，嘛咱介绍关系到香港这个运动，我想这嘛对咱台湾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功课啦。好，所以今仔日咱欢迎K安伫咱中间，咱读到对啊，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各会记哩无？咱顶摆已经将马可福音第3章读了，所以今仔日咱要读的范围是马可福音第4章的第1节到12节。咱就邀请K安来带咱做伙来读咯，来。第4章，耶稣搁一边伫加利利湖边咧教示人，有一大群人聚集我来伊遐，伊煞就去坐伫船顶，船伫湖里，规大群人伫发伫花顶，耶稣用譬如教示因真侪项事，伊教示的时，甲因讲。OK，K安真正是台南人，伊台语的基础袂歹，有几个所在其实只不过是迄个音调的问题。耶稣搁一遍伫加利利的湖边咧教示人，其实只要甲迄个重音。甲迄个变音的所在，较注意一下，其实就会当读了真好啊。来，咱继续对第3节开始。着注意听有
一个夜经济的人出去夜经济，伊夜的时，有个经济落伫路边，鸟仔爬来，甲伊食了了。有个落伫石头地土石的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真紧就扑下。日头一个出，因甲因拍着，因为无滚就打去。有个落伫漆皮内，刺仔大丛起来，甲伊迄死就无结实。有个落伫好土地，就发现生长结实。有个结30倍，有个60倍，有个100倍。好，几个所在咱共款，头拄有提醒咱，就是踮伫变音的所在，鸟仔飞来，甲伊食了了，然后踮伫土少的所在，土少的所在啊，后壁佫一字，这字较歹读，甲伊翕死，就是伤过翕啊，亲像咱即马的天气，伤过翕死啊，翕爱闭嘴巴，喙需要合起来，所以透过安尼，咱拢是一寡细节的所在，读了好，其实就会听了就顺。好，对第9节佫继续。第9节，耶稣讲，有耳孔通听的人就听。第10节，耶稣家己一个下时，伫伊周围的人甲12使徒来问伊，这个譬如的意思。耶稣就甲因讲，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，毋过对外人，逐项拢是用譬如，要互因看搁看，要互因看搁看，嘛看无；听搁听，嘛无了解。若毋是安尼，因会发心转意。上帝就甲因赦免，回心转意，嘿，回心共款有迄个 M 也是 P 的部分，会记哩，咱若是看到这个音的时阵吼，迄个一定要嘴爱合起来，所以回心转意。有几个所在，其实只要闭嘴巴的部分，咱较注意，其实就会读了搁较顺啊。所以其实咱这本圣经真好的所在，就是因为边仔有汉字，然后正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咧看白话字的时阵，咱会当通过遐个字音，咱若是家己读甲真顺势，然后有音调的差别的时阵，咱就会哪读哪顺势。好，所以感谢K安今仔日带咱读第4章的第1节到12节，嘛感谢真正伊是一个台南人，所以伊台语的基础袂歹，真做咱真大的帮助。煞遮咱嘛继续要将时间交互咱的月亮阿嬷，互月亮阿嬷来带咱读这段的台语圣经，帮助咱，互咱搁较捌到底怎样用正确的音调。加遮个字音、母音的部分来认捌上帝的话，咱就将时间交互月亮阿嬷。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，夜经子的譬如，耶稣搁一遍伫加利利湖边伫教示人，有一大群人聚集赶来伊遐，伊煞落去坐伫船顶。船伫湖呢，规大群人伫岸顶。耶稣用譬如教示因真侪项事。伊教示的时，甲因讲，着注意听。有一个夜经子的人出去夜经子，伊夜的时，有个经子落伫路边，鸟仔爬来，甲伊食了了。有诶落伫石头地，
土少的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真紧就不牙。日头一个出，甲因拍着，因为无滚就打去。有的落伫刺皮内，刺仔大长起来，甲伊吸死，就无结实。有的落伫好土地，就发芽、成长、结实。有的结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耶稣讲，有耳孔通听的人就听。马可福音第4章第10节，譬如的目的。耶稣家己一个的时，伫伊周围的人甲12使徒来问伊这譬如的意思，耶稣就甲因讲：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，毋过对外人，逐项拢是用譬如，要互因看，搁看嘛看无；听搁听嘛无了解。若毋是安尼，因会灰心转意，上帝就甲因赦免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因的台语程度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嘴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这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1年中间才出版，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还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。缀着咱的节目，读马可福音，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开始开嘴讲台语，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。感谢大家平安。